而家嘅人越嚟越注重健康飲食。講起主食，大家最常問嘅問題之一就係邊隻油先至健康？有啲人話橄欖油最好，有啲人話花生油至香，有啲又話芥花籽油零膽固醇，仲有人用豬油煮飯，話古法最天然。聽落每樣都有道理，但係真係咁簡單咩？其實煮食用油呢樣嘢遠遠冇想象中咁容易，唔係樽身寫住健康就等於健康，唔係越貴就一定安全。有時候反而係我哋用錯方法、儲錯地方、加熱過火，令啲油變壞，變成傷身。今日我用最貼地嘅廣東話，一步步講清楚揀油、用油、收油同埋避坑，等你由街市到廚房都更有底氣。首先要明白，食用油最基本嘅組成係脂肪。脂肪分兩大類，飽和脂肪同唔飽和脂肪。唔飽和又再分單元不飽和同多元不飽和。簡單咁講，飽和脂肪穩定，唔易氧化，但食多會提升血中壞膽固醇。唔飽和脂肪對心血管相對友善，不過遇熱、見光、遇空氣就容易變質。唔同油入邊呢幾種比例唔一樣，先至形成各自嘅特點同用途。理解呢個底層道理，你之後見到幾十款油都唔會亂。橄欖油係好多人心目中嘅健康標配，佢以單元不飽和脂肪酸油酸為主，對心臟相對好，仲有多酚類抗氧化物。橄欖油分好多級數，冷壓初榨、Virgin 精煉橄欖油、輕味橄欖油等等。冷壓初榨香味最濃，最啱拌沙律、淋面、焗蔬菜、輕炒青菜，但係煙點較低，唔適合大火爆炒。精煉同輕味版本煙點高啲，味道淡啲，用嚟中火炒餸都可以。重點係唔好用初榨橄欖油嚟炸鹹酥雞，唔係因為唔健康，而係唔着數，油晒香味仲易飆煙。花生油係廣東人煮家常菜嘅老拍檔，煙點高，香味明顯，穩定性都唔錯。遇上蒜蓉、薑葱、豉油更出香，但係花生敏感人士要小心。買嘅時候揀品牌清晰、氣味自然、唔油酸嘅花生油，啱煎啱炒啱拌煎炸。想要少少鑊氣，中小火預熱鑊，見到油面微微發光先落餸，咁樣香而唔易飆煙。芥花籽油好多地區叫菜籽油，味道清淡，飽和脂肪低，含少量 Omega-3，同樣係萬能選手。留意有啲人對芥花籽家族會敏感，另外要避開來歷唔明嘅散裝油。日常縱火炒蛋、炒菜、整意粉醬汁，芥花籽油都幾易上手。想煎牛扒、煎雞胸，用芥花籽油打底，最後先用牛油補香，少量就夠。葵花籽油、粟米油、大豆油都屬於常見百搭油，佢哋一般煙點高、味淡、價錢親民，啱用喺大量日常炒菜同家庭炸物。市面有高油酸葵花籽油呢啲版本，單元不飽和比例更高，耐熱性好啲。中意炸物但又想穩陣啲，可以考慮。豆油要留意產地同精煉程度，粟米油偏穩定，去油膩效果唔錯。用得多嘅朋友記住細樽買，快用快潔。芝麻油主要用嚟提香，唔係用嚟炒。佢香味濃，煙點低，落鑊太早會走晒香氣。正確搵法：熄火前一圈，出鑊前一滴，湯麵、涼拌、點蒸魚，香到冇朋友。牛油、酥油亦都有人中意用，牛油香，但係煙點唔算高。酥油因為除咗奶固體，煙點高，味道更堅果香，偶爾用嚟煎扒幾好。不過量要控，特別係有心血管風險嘅朋友。至於豬油，講真，一時落鑊炒菜真係香過人。古法冇錯，但唔等於日日都咁做。豬油穩定、耐熱、口感好，缺點係飽和脂肪比例較高。我啲建議係當作調味油間中用，唔好變成主力油。例如炒一大高菜，先用芥花籽油開鑊，最後落半茶匙豬油兜勻，即係有傳統香氣，又唔會攝取太多飽和脂肪。講到煙點，呢個係一個好實際但係經常被忽略嘅指標。煙點即係油開始飆煙，分解嘅溫度一超過就會出異味、出刺激物，甚至出更多氧化產物。唔同油嘅煙點唔同，初榨橄欖油大概180至到190度，精煉橄欖油可以去到210以上，花生油230左右，芥花籽油220左右，葵花籽油220幾，粟米油230左右。家庭煮食未必個個有溫度計，咁點睇？
見到油面開始水波紋微微發亮，但未飆煙就係落料好時機。一飆煙就代表過熱，應該即刻調細火或者離火降溫。有啲朋友中意買冷壓初榨4隻字，覺得越純越好。冷壓嘅確保留咗更多香氣同天然物質，但亦因此更嬌，保存期短，怕光怕熱。你擺喺爐頭旁邊，日日受熱，幾靚嘅油都會好快氧化出蝦味。咁所以冷壓油適合涼拌、低溫烹調，存放要用深色樽，避光、避熱，擰緊樽蓋。開咗樽最好3個月內用完，唔好買太大樽，寧願細樽多買幾次。另一個迷思係植物油一定健康，植物油冇膽固醇係事實，但佢依然係純脂肪、高熱量。咁再者，唔係所有植物油都一樣友善，好似棕櫚油飽和脂肪偏高。而所謂氫化植物油可能帶嚟反式脂肪，呢啲就唔建議日常使用。買餅乾零食嗰陣，見到配料表寫部分氫化呢幾個字，就要諗清楚啦。有人問，用過嘅油可唔可以重用？可以，但唔好多過一次，仲要睇情況。你用嚟輕輕煎隻蛋，油冇變色冇焦渣，過篩之後第2次用嚟炒菜都仲 OK。但如果你炸過薯條炸雞，中間溫度高，油已經變深色，油渣有怪味，千祈唔好心痛，直接丟棄算啦。重複加熱會產生更多嘅氧化物，對心血管同腸胃都唔友善。仲有一點，唔好將新油加落一鍋舊油度混住用，咁只會拉低新油嘅穩定性。講下日常操作，點樣先至少油又唔失風味？首先，熱鑊冷油唔再係金科玉律，重點係縱火慢熱，油面發光先落料，咁樣食材表面會快速封住，同時唔會冤油。煎魚、煎豆腐，用少量油先養鑊，抹勻面再加適量油。落鑊之後唔好心急喐，等表面定型先反，少黐少碎，自然少吸油。炒菜想出鑊氣，調味料要早備好，快手快炒，即炒即上，避免長時間高溫焗住啲油。有啲人會諗，花生油加橄欖油混合會唔會更健康？現實係混油唔會自動取兩者之長，反而可能令煙點、酸價互相拖累。除非你好清楚比例同特性，否則最好就係一鑊一種，根據用途揀合適嗰隻。真係想一樽走天涯，可以選擇煙點高、味淡、穩定性好嘅油做主力。另外再備一樽香味油提香。再嚟講講調和油。市面好多調和油打住均衡脂肪酸旗號，理論上係好事，但係關鍵係透明度。有啲字寫植物調和油，比例唔講清楚，你根本唔知入邊主要係乜。揀調和油嘅話，優先揀嗰啲把比例寫到明明白白，例如芥花籽80%、橄欖20%。同時睇生產日期、保質期、包裝材質，深色玻璃樽更加好。唔好忽略存放同衛生。油怕光、怕熱、怕氧，開咗就要拎緊樽蓋，放喺陰涼乾爽嘅櫃內，唔好擺喺爐頭隔離。透明樽油最好放入避光盒，或者買返深色樽版本。家庭用量唔大嘅，寧願買細樽，3個月內清樽。半年都用唔完嘅油，基本上已經唔靚。聞到油有蝦味、酸味、油渣沉積多、顏色變得暗啞，就係信號叫你換新。用油嘅量都好重要。有人以為少油等於健康，結果成餐清到冇油，食材乾柴，維他命 A、D、E、K 吸收又差。其實人體需要適量脂肪先吸收到脂溶性維他命，同時帶嚟飽足感。一般成年人每日烹調油大概2湯匙左右已經夠，外食當然會多啲，屋企煮就更好控制。記住，少甜、少鹽、少油係方向，但零唔係目標。而家好多飲食資訊會講某某油可以減肥，每日1湯匙橄欖油潤腸，聽下好似幾吸引。事實係所有油每克都係9卡路里，飲油從來唔會瘦身，最多只係改善咗便便嘅滑度，但係同時你攝入咗高能量。想腸道順，蔬菜、水果、全穀物先係關鍵，飲水、作息要配合，油就放喺主食上，唔好當補品。講返廣東人最在意嘅鑊氣。想要鑊氣又唔出黑煙，首先要保持廚房抽油煙機乾淨，風量足夠。其次係火要大，但時間要短，油唔需要多，反而係食材要乾，調味要齊，步驟要利落。落油見到微微發光就落料，翻炒幾10秒到1-2分鐘。出鑊之前，原鑊邊嗰少少油香，香味已經夠晒。
唔好長時間焗住條菜，咁樣只會逼油出煙，菜又黃又老。唔少屋企會自己炸嘢，炸物要安全又冷點。第一，油溫要穩，最好介乎160至到180度之間。你冇溫度計，睇油面流動，丟支筷子落去細泡就 OK。第二，油量要夠深，食材落咗可以浮起，減少黐底。第三，炸完一定要過濾攤涼，標注下次要盡快用計。聞到有苦味、濃煙、顏色極深就直接放棄。用過嘅油唔好倒入去水渠，會積油失效。揀個密實樽裝好，再交垃圾妥善棄置。再講幾種日常常見油嘅最佳用法示範，等你實操更順。橄欖油最啱做冷拌、烤蔬菜、清炒海鮮；花生油最啱中式爆香、煎蛋、煎魚；芥花籽油萬能型，炒、煎、焗都穩陣。葵花籽、粟米油適合家庭炸物，成一次天婦羅或者炸春卷都唔錯。芝麻油、花椒油當調味，熄火前一滴見功夫。豬油當點綴，粥面麵頭一茶匙已經香過籠。買油嗰陣點睇標籤？除咗生產日期、保質期，仲要睇係咪標明產地，係咪有批次號，係咪深色樽，係咪標明精煉或者冷壓。見到高油酸字樣，通常代表單元不飽和，比例高啲，耐熱性會好啲。唔好買散裝油，因為來源難追蹤，受污染風險高。唔好迷信海外代購，經過長時間運輸，暴曬暴熱，未必比你隔離超市新鮮。家庭有長者有三高嘅朋友，煮法可以再溫柔啲，多用蒸、燜灼、少炸。出鑊用廚房紙輕按吸油，用香草、香料、酸味提味，減少靠油同鹽去扯味。例如係用檸檬皮、黑椒、迷迭香去焗雞胸，用蒜蓉加少量橄欖油去冷車厘茄，用花椒同薑葱去蒸魚，味道一樣，踢走沉悶，但係更加清爽。最後總結幾句，等你下就記得。第一，冇一支油係萬能王，要按用途揀。涼拌選初炸，爆香用花生或者芥花，高溫炸物用煙點高嘅精煉油。第二，見到油標煙就係犯規，要降溫或者換油。第三，冷壓油要避光避熱，細樽快用，夠油唔好心軟。第四，運油唔一定好，懂得先運，唔懂就一鑊一種最穩陣。第五，油係營養載體，唔係靈丹，量要控，法要對。記住呢句口訣：識揀、識用、識收，用得啱嘅油先至係健康油，唔係貴先好，係啱你、啱菜、啱火候先至重要。講飲講食最緊要係長期習慣。你今日換一支更啱用嘅油，聽日學識控制火候，下星期學識儲存避光避熱，長長久久加埋落嚟就係你同屋企人嘅健康紅利。煮食唔需要拗書，只要肯學兩招，人人都可以喺自己廚房做返個用油唔求人嘅精明主家。